在表演九族文化村的原住民的舞蹈，对不对？要出去的就赢了哦，要进来的就输了哦。赢的人就要一直跑进来，又跑出去，都会一直跑。你看我都会一直跑。好，不是要蹲下来，然后手举高高这样吗？好，来，谢谢大家。小咪咪呀！哇，妹妹跳的真的很认真，很像。妹妹最喜欢听的音乐。按钮我也要。老春圈，跳出去的就赢了，跳出去，跳进来的就输了。还有没有一个结束的动作？然后就要请大家掌声鼓励鼓励了。哇，手扭的也很像哎。对，阿姨他们手都要扭一扭，对不对？掌声鼓励鼓励。